难道我们只能讨论我们的过去，不能去计划我们的未来吗？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？哎，唔是笑啦，nhà太姑姑哦，cái农药喺妈咪先啊就食过嘅哦。那什么？看哪啦？唔要齐阿姨，年轻穷阿姨好冇？我不会带妈这来，我应该用不上了。妈，那下周没出去哦？你做得起来了？有新的哦。新的？我唔记来啊。你想看冇？台北寄来咩？像头摆牙膏安尼，吐饭爱汤。永贞考试院会通过新的公务人员相关办法。我死后，阿乔和你们将会有一笔抚恤金可以领。永贞，我亲爱的女儿，若我不在了，记得要分。就这样。啊？下样嘛个新呢？今夜晚因为同乡伫个交代后事哈。妈，其实爸他住院了。迄款期好冇？要不要黑烟？也无会去啦。迄期青夏跟某诶，唔做得去啊。无会去，硬要无会去。妈，吃饭。给你松口金钱，乃想到把新度一兄弟交代未年，就此到未行。妈妈逢东上去款吧，不过报名又想学去松口，真是无干无杀。给勇士心度上加黑，佫容易长起好诶，无想到就安尼，从此无办法跟老爸讲法。从此，无办法搁通到爸很爱上阿珍诶。
乜嘢啊？来帮送的。我爸怎么了吗？你爸黄碧纯伫林天宫的3点公里分，因为猛暴性肝炎，肝衰竭构成。41岁。42岁，阿珍呢？你迄行开的。年纪死，唔拄变爱先知。也喊很威猛面，安尼同好。强思水。是的哦，我总唔得抢补偿经营你来吵。碧川，伫希望水中，到结骨灰。月底去亲我的淡水河。四个人心态，经用来讲，就用来做。感谢自己。是梦来补偿，对补偿经营总唔得失礼。呀，收起来。我知。唔好兴爱，从你过后，你就冇乜关系。
你来结婚嘛？大六佛法，带你随走。结婚的就好。好声音听，你敢记得我？啊，我回来了，再来了。看你过神呢。以下的是两家啦，伢婆老伢爸。阿爸，用为喏？用唔会。阿叔诶，跟你做的唱松港吼，应该做得啦。哪叫喏？礼拜日啦。世界袂伫嘛？你大天发本给啦。好。今下妹唔伫，我留好米你个请出讲哦。伢婆张高神，不过唔同地要做唔得。唔是小人，等一下当然来同地。阿爸过身呢？阿爸过身呢？妈偷的遗踪，爸忙送台北金钱，用3个结婚箱做8个尾照。虽然都奇怪，8个尾照迄翕上4个相片，不过
大家都了解，马新官都完美的老公，是20人生死的爸。金刚山呐，灵宝不亮光，东郊险地还，七座自由分，心随相分意爱，并非心莲花。心心安，茫茫航道中，中金刚山呐，灵宝不亮光，中金刚山。来，咱即马请恁家属面向河边哈。马走爸嘅10年，老骨灰飞到其亲家伊家探水后，我思想，迄讲爸做地位高神，马就唔会破票，就唔会去疗养院。不过，自从爸高神，我才得到一个较正常嘅妈。这是你爸的生活照。还有他的相机。送给你。你不要忘记，他生前最惦记的就是你。你要进来住吗？爸记早生每年，常常送爸嘅翕相机来本爱。爱想老记讲什么，不过亲面还是无讲出嘴。本爱有一天爸命高用过嘅东西，迄爸含伫爱身边嘅奇妙感觉，过后
打败钦佩相机嘅快门，都冲糖豆爸很难用诶。妈，我记得有一笔爸嘅抚恤金我去量哦。好啊，总然爱量啊，唔量拍拍唔量咧。妈，唔好看，给你偷先嘅钱包秘籍，我冇偷本堂。要不还有交代嘛个系？爸爸讲，抚恤金也要分给小妹一份。佢就冇爱量啊。好星天，你敢記得我？好星天，你敢記得我？妈，会吗？妈，我会去吃饭哦。什么个饭？就大瓜厝鸡啊。死的死，走的走，有冇个好食的？不过，露露阿姨叫你去欸。我去，你去甲去啦。哦。我看吼，那个蛋鸡卵。痛痛，来个抗议吼！对。哎，小珍，要吃烤鱿鱼哦。是咧靠腰咧，规定要无头路啊！你还搁咧烤鱿鱼？我看是炒鱿鱼啊！你给我点去啦！我咧喊阮北一女的讲话，出什么嘴？你妈妈咧，哪无来？我妈不会想来这里啦。露露，导光处要拆了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唉，我嘛唔知。他说讲去花西街遐爱纳税，啊规矩阁是大堆。迄娜娜吼要转去庄卡啦，啊伊要去菜市遐卖鱼丸，啊花花一定的吼，互人介绍去朋友做啊。啊等的吼，我嘛唔知啦。想着就烦。啉啦，来来啉啦，好打啦。那你无人哦，有你哪有打哦？搁倒，搁倒。今仔日吼，一定爱啉好水，
阿珍呢？哎呦，你做了哎！妈，你下次俺来做饭哈。妈，你爱喏？迄两哑巴给腐细精了，懂麻烦哦。你有拢来讲，我陪你去攀啊？做嘛？我又唔去生。我讲唔是哦，我做地闷啊，cái xe啊只哦面冻好呢，叫人来讲哦，啉腐细精哦要准批骂街啦。我用威迪尔带骂个死亡证明。不过叫人来讲哦，哑巴哦还有骂个丧葬费做得凉。你有威迪啊？我就讲，佮细啊，只认同好咩？佮人来讲的啊。佮还讲嘛个吼，领丧葬费吼又有顺序啦吼，嘛个父母啦、配偶，啊，迄讲配偶爱凉哦，爱无再佮结婚哦，这样做得凉哦。你做得凉啊？嘿呀，我就老佮细啊姐讲吼，小姐，我没有再结婚，我做得凉啊。佮细啊姐哦，当初无相信俺的，我就再佮讲一摆哦。我就拿个身份证本给看啊！我讲哦，小姐，你看我老公还喺王必错，我冇再个结婚啦，我做得凉啦。你细啊姐哦，就烧我咩？我懂更烧。妈，你听讲你爱做买干冇？你干嘛个问题？你听讲伊个事情很用为敌咯。安办迄老太姑姑乡下迄好冇？想啊，人也太姑姑乡下去了。太姑姑老奶讲给下摆，她要在市场卖衣服。你做得老几天数，你做得顺沙做裁缝，按你唔喺懂好。你不是一直想要搬家吗？嘿呀，像是过年嘞。哎，你去搬啊！我唔记天就好呀。阿珍呢？嘿，你要东西看好嘛？啊，还有一点。好叫电话诶，听讲因就要办的呢。好。妈。我搬走，要不要跟赵叔叔说？给裁缝查的，俺们要再做哦。哦。坐下来。300嘞。照顾家己。好啦，我知影啦。你嘛保重啊！阿珍呢？送啥？
爱去等下看阮哦。对啦。食好，超咧几啊？肯定啊，要分也没毛。豆瓜厝真好，气氛这尔好，鸟仔甲人拢嘛同款，老不啦不啦，谈恋爱啦。生活足辛苦的，爱食较饱，知影无？来啦，宵夜啦。阿珍问，哦，星空天，你敢记得我？好羡慕你们学校哦，有山有水的。那你就转到我们学校啊，我们学校有大传系哦。好羡慕你们哦，一个大传系，一个历史系。自英专时期就有本系，历史悠久。哦，不如你考我们学校啊，非大传历史不读。是英专时期，西西啊，你们念历史系之后，讲话变得有点深奥啊。嗯，我也觉得你好像变成熟了。还是林道祖好，一直在高中生活，永远的高中生。我好不容易念到高3了，再1年就要毕业了，你不要再诅咒我了好吗？等你高中毕业，我们2个都已经大3了。话不要说太早啊！等你们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我早就是台湾华尔街金童之一了。我们老板常上电视，你们一定不知道吧？哦，偶像哎。哎，西西，你有没有觉得林道祖开始散发出一种味道，臭臭的？哇，铜臭味！哦，原来是铜臭味，好臭！你们2个竟然说我铜臭味！哎！是海的感觉，吹着海风，还有咸咸的味道，好舒服啊！你在三八什么啊？干嘛啦？我第一次来红毛城跟护尾炮台不行啊？没有来过淡水啊？没有啊，而且我还想去那个高尔夫球场。那是棒球。随便啦。唉。你还想去哪里？我今天去吃了阿给，还有米粉汤，还有什么好吃的？还有炒螃蟹。
然后我还要跳下海去游泳。那你就跳下去吧。你去啊，去啊，去啊！哇，好舒服哦！啊，如果情侣来这边约会，一定很浪漫。哎，西西，你有没有交男朋友？怎么可能呢？那你有没有喜欢的人？有哦，有哦，谁啊？谁？跟我讲，跟我讲，快！哎，管那么多干嘛？我们都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，跟我说一下会怎样？而且，不是说上了大学就应该要交个男朋友吗？我听人家讲过，上了大。林道主好像很无聊哎，我去找他。西西要干嘛？没有啊，他跟你告白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他有跟我说啊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嗯，喜欢啊。假如我今天跟你说我喜欢你，你会怎么样？跟你开玩笑的啦，眼睛瞪这么大干嘛？一点也不好笑啊。好吧，这么晚也没车了。哪有让女生睡沙发的啦？我就喜欢睡沙发啊。你不是要我跟西西睡床上吧？不可以吗？随便的，你们要怎样就怎样，我累了，我要睡了。啊。
哪有让女生睡沙发的？起来啦！哎，是他自己要睡沙发的。他说睡沙发，你就让他睡沙发。钱是我付的。你是不是男人呢？好了啦，不要吵了啦。我想要睡沙发。干嘛？林道主，你睡沙发。我要睡觉了。不好意思啊。这是我第一次住旅社哎。我也是哎。我也是。睡觉吧。你放心啦，我不会碰你。西西，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当好朋友，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，好不好？你在说什么啦？你本来就是我最好朋友啊！知道啦。打勾勾。干嘛学我啊？几岁了还打勾勾？我才可以打勾勾。打勾勾。你为什么可以打勾勾？那就是我发明的啊。不行，不行，打勾勾，力气变大了。来人们，好，谢谢。赵叔叔，永贞，算一算，你该念大学了吧？我现在大一暑假了，什么科系啊？我读大众传播新闻组的。赵叔叔，请进。这里就是我们跟姑姑住的房子。哦，谢谢。这里是我妈的房间。我爸过世了。我听说了。赵叔叔，其实我妈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她跟你相处的那段时光，是我看过最开心的妈妈。其实，她之前怀了你的孩子。可是，他选择拿掉了他。
我妈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，她很恨爸爸背叛了她，可是她觉得她也做了一样的事情。我想是这个原因，才让她又发作的。姑姑，哎，对，妈，有一个老朋友想要见你。问个老朋友啊？阿秋，有噶，生理做动态哈。哎，阿姐啊，俺难得来，抢飞机嘛？为什么搬家连我都不通知一声？我不想耽误你。我政治输一裤底，今日互我钓到顶尾，人煞甲我闹跑，我一定爱出面解决啦。你很喜欢罗兰巴特？哎。爱讲怕，永不爱伊。爱讲怕，伊的路愈好开。台风的世界，偏风过壁。凉风的世界，来回转来。